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1，以赛亚书45章12节安尼讲：我造地，也创造人伫地上。我亲像天开这个天，天顶的万象也是我所命令的。三甲来祈祷，造地也创造人伫地上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古早到现在，对现在到将来，永无变化、永无改变的真活信实上帝。主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无神明通比。你的权能遍满伫地上，你的公义达到穹苍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我要大声来学习你的名，主啊！愿夜望远天观看，就发现你的作为奇妙伟大。愿仰望你的荣光，就满心充满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！我要一生来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造地，也创造人伫地上。你亲像天开这个天，天顶的万象也是你所命令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